外婆激动的一晚没睡，一大早就来看自己的第4代了。来，淘淘来看哪只弟弟？妈妈阿玉静，生得蛮海口的，才讲像3个。你之前2个多。手最平台，地胞胎30年。才讲你岁最对上么下趟对乐器了啥个应该没问题。这个名字叫刘宇恒，宇宙的宇，恒星的恒，征途是星辰大海，各行各业都做得好。孩子的小名我们也取得很现实，就叫甜甜，受罪人懂的一个底。希望他能够在走好自己人生道路的同时多赚点钱。一个男人如果没有钱，很难抬得起头。辛苦了一晚上，月嫂终于要来了，救星来了。主要小孩太小都不敢弄，还是要专业的人来。我的指甲好不容易留起来，都是弹乐器的，要养家糊口的，都不敢抱它摸它，怕指甲划伤。金牌月嫂，专业人做专业事。妇儿院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说这个孩子生完之后产房，你大人要进去看，一次只能进去2个。那么现在月嫂算1个了，也就是说只能有1个亲戚陪在里面。现在我外婆进去了，我们只能出来。我觉得这一点不是很好，因为好像母子医院，你全部人都进去一起看都不要紧。看看产科外面，大家都想看自家小孩，但是一家人家只能进去2个，进2个出2个，非常的不方便。现在月嫂的价格也是相差很大，有7、8千的，1万出头的，也有2万不到的。我们请的这个是1万3一个月的，就是26天。目前先签了2个月，一切看镜子和宝宝恢复的情况，再看要不要续。马上就不哭了。没有，他可能自己睁的时候你们没看见，不是一般都会睁的，一般都是1个。眼睛2个都睁开来了。这个奶瓶消毒柜是丈母娘朋友家送的，用处很大。现在有月嫂陪着你，我们回去休息休息。对，你们回家休息的。有了月嫂也不是万能的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月嫂是照顾产妇和婴儿，而我是照顾月嫂。月嫂的1日3餐，还有她睡的被子啊什么的，我现在要给她去晾一晾、洗一洗。我们家60多平，之前我和镜子2个人住，马上要有个宝宝和月嫂4个人住了。这一箱东西啊，都是粉丝寄给我的，还没有拆开来，现在开箱看看。开开来了，看一下这一箱是什么东西。还有个粉丝写给我的纸条，这给宝宝洗屁屁很不错，我自己觉得方便卫生啊，都是棉柔巾啊、防乳垫，哇，这东西太多了。棉柔巾，这里面除了小猪猪，其他都在给宝宝玩啊，小孩的玩具。谢谢谢谢，这小布可以用水泡一泡、洗一洗、晾干给宝宝玩，都是小孩的玩具。这个呢，拼图全是新的。这一盒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也是儿童玩具，婴儿抗菌袜，全也是湿巾。这个是哇，写了这么多，大概宝宝4个月前分辨不出颜色，也是孩子玩的东西。婴儿的指甲钳，非常感谢，收到这一箱东西我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。做自媒体真的很累很辛苦，我已经做了快5年了，周围很多朋友都做了1、2年就不做了，但是我还在坚持，因为我觉得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收获的一些东西它是无价的。包括我和你们，可能99.99%的人这辈子都不会见面，但是我们在网络上每天都能见到，看到你们的评论，你们对我的支持让我感到非常的温暖，再一次谢谢你们。